好来，乡亲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。这位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罗旺哲罗旺特，你今仔日向台北市长蒋万安来辞职，就任58天就来辞职，将做蒋万安小内阁请辞的第一个人。面对着记者的询问，伊安怎讲咧？做回来听。这2个月每天早起晚归，那身体的确有点负荷不了了。那希望能够好好调养一下，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注重身体健康，那身体健康的确也是很重要。我如果担心，如果我垮了，这个家可能也会跟着垮，所以我先把身体调养好。对，所以才向市长会提出这样的请辞。那请辞其实上礼拜就向市长提出了，那市长当时是希望我能够再想一下。那的确，我想说，我再好好思考一下。那想说，这礼拜就灯会嘛，灯会结束，那也完成阶段性的任务，所以中午的时候再跟市长报告说，希望能够，我来请辞，那希望他能够准辞。回家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我想帮我太太洗衣服，然后拖地，我做家事嘛。男生这种粗活就是我们来干，没问题的。对。老婆怎么说？老婆支持我，100%支持我。家人会不舍，那的确，我自己工作压力之外，家人的压力我也会考量进去，因为毕竟结婚之后不是一个人，这还是要顾及到对方双方家庭的感受。那希望我的离开可以让市府团队更好的运作，这样子。罗旺特讲请辞是因为身体因素。根据了解，这已经是罗旺特第2届来辞职了。而且拄则市长蒋万安嘛已经来批准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